阿姊、婉婉、冰冰、佩佩，再见！再见！妈，你倒去啦？不要紧，定定倒的头拢晕啊。今仔日我毋是为听，是心做作，毋知影是安怎，我的心一直皮破菜，就是静袂落来。妈，你要啉水无？我家己来，小可叮当的，无得卡较好。妈，你莫落来啦，好不？妈，你莫想遐多啦，东东应该袂有问题。毋敢若东东的问题，因大家拢是有代志无闲较好，一倒落来若是无代志，都会乌白乱想。恁小弟小妹伫个人斗过了好无？是毋是阁出代志啊？要请医生来看卖咧无哈？免啦，水已经吐出来，就无要紧啦。等者吼，你就煮一碗姜汤互啉，起食汗就好啊。这个囡仔伤过任性啦，就为着吼无爱互伊去台北受水，用死来甲咱吓惊，我才无咧信你这套啦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东东已经破病啊，你搁一直念。老妈你成的啦，但你若好，我一定要好好甲教死。你还知影呢？你若是拍东东哦，人会讲伊毋是你的亲生囝，所以你才拍伊。只要为着伊好，我插人咧讲啥？哎，素千细汉的时阵，你嘛毋捌拍过啊？哎呀，迄查某囡仔自细汉就乖，还讲两句啊都流目屎，还敢就搁拍？哎，你看，敢莫通知素千转来啊？唔免啦，素千有素千的生活啦。老的啊，腹肚枵啊，煮物件来食啦。食饱未？食饱，食甲足饱。想问你啊，我问素千。着面真爱讲话，对啊，你以后爱好好甲伊管教。我管伊啊，撒转去。妈，敢有水果啊？你家己不要去冰箱摕哦。你是少爷，啊，我是查某囡仔哦。你妈今日对我真好呢。谁知影心内咧想啥？讲这种话，伊是恁妈妈。素千啊，免客气哈。多谢。素千啊，希望赵敏会用甲你好好啊学，知影礼数，莫乱讲话，心嘛莫下影浮。伊袂歹啊。吼，你感觉伊袂歹哦？嗯。妈，我真厉害哈。哎呦，讲你大可你就喘啊！哼，素千啊，后学期开学吼，你就莫伫外口住啦。搬来阮兜住，阮兜后面哦，阁有足侪空房间呢。妈，拜托啦，迄间厝拢放一寡轮胎、锁啊，个篷布，你是叫人变哪大啦？嗯，我不要叫倒的清理出来，啊拼拼油擦一个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加麻烦啦，人饭店吼拢爱入厝税啊。我唔爱伫伊的厝税啊，3顿我拢会用免费啊。素姐，这足难得的呢。阮妈妈吼，一个钱看甲遮尔大圆呢。什么遮尔大圆啊？哎呦，你甲恁妈看做啥哈？我干那这样钱，什么拢唔知哦。着啊，到时阵再讲啦。对，即摆上个重要就是莫耽误着看篮球比赛。素姐，咱来说。着啊，再见。妈，阮来去啊。你唔爱食水果哦？时间袂赴啊啦。
囝以前陪我四界走，今嘛有查某朋友啊，囝就毋是我的啊。哎呀，我这拢是为着啥？应酬，应酬，这一定是妈妈挑过安排。Q 爸爸，还佫有用人，连阿嫂、阿五也带去，甲我无介意的囡仔交互我。我真正希望小慧甲这栋厝收起，甲一个赞慧，还佫有一个唔捌代志的囡仔，拢总收死。妈妈，叫啥啦？紧困。爸爸，我被放了。家己去。假使真正小慧烧起来，烧死的是我，毋是伊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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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啦！叫你走，你无听是无？冰冰，多谢你。来啊，就来啊，搁烦恼啥货啦？那安尼，万一饭馆问起来，叫玲是要安尼回答的？你看安怎讲？我嘛唔知。我知影，你时常强迫饭员去接近冰冰，你算好啊，饭员搁较无介意冰冰，嘛袂甲伊电死啊！你是毋是这种心理啊？是嘛，无啥物唔对啊。我就唔相信，这间厝加一个囡仔，规家伙啊，拢变甲无正常啊！逐工滴滴嘟嘟这件代志，讲嘛讲袂煞，安尼是要安怎过日子啦？对，玉玲，假使饭员问起来，是安那一家伙啊，拢要出去应酬，就照恁妈妈拄则讲的方法就好啊。是，万青啊，你惊啥货啦？我认为对。玉玲啊，叫小五先送你转去。凤婉，阮拄才转来。出去！叫你出去，你无听上？出去！冰冰，冰冰，妈，你莫遐尔紧张啦，业界有遐尔侪人，会有人照顾冰冰呢。爸爸，
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妈，妈，妈，你若踮遮困呢？阿裴小姐嘞，去因同学因兜啊。小敏啊，你是毋是甲伊照好呀？算袂歹啦，啊，你毕业了后有按算要甲伊结婚无？嘛有可能啊。妈，你若会雄雄问我结婚的代志啊？替恁欢喜呀！也个早咧啦，无你较吼，还袂到毕业就分手啊。你若介意伊吼，就较忍耐啦。妈，你是安对素贞的印象遮尔好咧？我是惊你又搁怪我阻止你交女朋友啊！我想要另外找一个人来照顾车行，我感觉我家己伤过忝啊。小敏啊，为明仔载开始，你照顾规工啊，我想要出去行行的。我有讲唔对啊，素贞不应该来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好像就是昨哦，唔是啊，是昨日啊，会伫迄个叫我们的查某囡仔吼，有打电话来互恁呢。喂，你敢是婉婉？是啊，我是赵哥哥，你找我有代志啊？无啦，我是无聊才去找你的。哦，我即马真无闲，爱陪我将来爸爸去应酬。少爷，叫婉婉来，我人报地戏互看啦。婉婉啊，都会叫你来啦。伊讲要人报电影互你看哦。有啥物好看啊？我无闲啦，再见。这个囡仔足现实的。你有看到你的皮画无？我切到有金无？好，真金，乖，婉婉真乖哈。因为你要带我去食牛排，所以我真乖啊。婉婉，是有应酬会用带你去，毋是专门带你去食牛排。你捌无？拜，食饭的时阵，囡仔人不准插嘴讲话，知影无？知。有代志偷偷甲阿姨讲，好无？好。婉婉真巧，家姐就会晓。行啦，咱莫开车啦，万不离啉酒，开车转来真危险。好啦。婉婉，大快姐。朱小姐，你要出去哦？对啊，有一个应酬。哦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阮先生。曾进声。我叫做李金旺啦，是婉婉因老爸的朋友啦。以前哦，是我甲婉婉住做伙。安尼哦。头拄婉婉打电话来讲吼，伊足想我的，叫我爱来遮看伊啦，所以我唔才会来。请来楼顶坐啦。哦好。大快姐。创啥啦？哎呀，你来看我一个就好啊，搁去你要创啥啦？人搁要去应酬呢。哦。哎呀，你转去啦，阮随要来走啊。是你打电话叫我来的呢。是啊，迄阵我真无聊，即马袂无聊啊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哎呀，大快姐，你紧走啦！李先生。
你要跟阮斗阵去食饭无？弯弯，你哪会甲大脚阿一赶走咧？咱要去应酬啊！你拜什么会叫应酬？我常常听你咧电话内底讲应酬啊！哎呀，好啊啦，好啊啦。袂用诶，要做我的查某囝，我一定要管。真正，你去讲生理啦。来，啊恁，我不爱去啊，跟我来等。对，你这个囡仔吼，无管袂用的啦。你有听到无？你连下拢讨厌你，行。起平坐好。囡仔人爱有囡仔款，莫学大人啊！普骗、汉那现实，这拢是人上讨厌的。我无啊！佮讲无？你甲庄静声抱甲头戆戆，你佮甲伊讲我无去拍牌，这毋是骗是啥？你是毋是打电话给赵敏啊？是卡嘞！辉弟，我听到啊！你是毋是甲人讲？我即马足无用的，我要陪我将来爸爸去应酬。我无用啦，再见，是毋是？这是毋是现实？你为着要去食牛排，就甲上介意的、上疼的大块阿一赶走，这嘛是现实啊！人袂当袂记过去，阿姨嘛是在善食长大汉的。上看袂惯是假好假的人，你家己好好想看卖。你家己知影毋对啊？过来，阿姨嘛是为你好，希望你活泼天真，而且爱有淑女的气质，捌无？其实我家己毛病足多，我无资格做老母，所以我嘛得改。我以前啉酒啉了足凶的，即马不爱啉啊。我嘛尽量莫食，拍牌嘛着爱豆豆啊，甲朋友拢杀掉。袂用因为我爱拍牌啊，就甲朋友拢得失了了。我甲你妈讲过。我会甲你当作亲生查某囝同款照顾，所以我才会管教你，完全是希望互你学好。做妈妈的拢同款，就算讲家己对路，嘛希望家己的查某囝会当有出头。我气笑啊，哪会甲你讲这？我简单甲你讲，你若学歹，我对不起你妈妈。阿姨，我袂学歹的，我以后会听你的话。你一支嘴上我讲话啊！不管你做啥物，阿姨同款介意你，莫认为讲我骂你就是无介意你啊！我知影，阿姨是为我好。对。今仔日你想着大箍阿姨的心，要去甲大箍阿姨下失礼无？对。行，阿姨带你去。有诶啊，买两罐仔米露啦。你去看弯弯欢喜，甲想要啉烧酒哦。对，我欢喜甲讲要哭啦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星星
婉婉，大哥阿一在迄边，紧去解回室咧，紧去啊！紧的啦，去啊！大哥阿姐，是你啦。大哥阿姐，我对你无礼貌，阿姨去骂我。啊？囡仔人爱互伊养成认错的好习惯。为着伊对你遐尔冷淡，我已经骂过伊啊。你敢骂哦？对啊，即个是骂，以后果然是对长辈，我就会拍伊。哎呀，大人哪会对囡仔咧受气啦？也毋过，我看你真无欢喜走啊，我叫你，你也不爱插我。受气是难免的嘛。以后摆过生活吼，家家叫伊家己来，我莫去催伊就好啊。你嘛唔免甲骂。我是互伊加深印象，安尼生歹毛病才会改啊。哎呀，囡仔人吼哪有才调记遐多啦？因就亲像咧食香瓜仔共款，倒一粒来甜哦，因就食倒一粒。你甲骂要落路用啦？我甲你讲啦，囡仔自尊心比大人较强呢。你是咧怪我？你即马是伊妈妈，我当然分析互你听啊。真正是好心无好报。后摆行。大哥阿姐，行啦！大哥阿姐，再见。你这种态度，以后囡仔若甲你共款，伊无爱插我，你负责啊！大哥阿姐，你是好人，阿姨嘛是好人。啊，不过阿姨无你的好，你袂想我会去，阿姨会想遮大的气。以后我唔敢乱讲话，我唔敢骗伊啊。大哥阿姐，我唔知影要安怎。妈，我真想你的，像阿姨骂我骂个这厉害，我真乖，伊骂我永远拢不爱怀疑妈妈，因为我有妈妈，全世界的妈妈拢无家己的妈妈好。妈。秀秀啊，你妈妈咧创啥？婉婉写批来啊，妈得看婉婉的批，一遍看过一遍。婉婉也写批来哦。批批嘛会晓写啊，也毋过婉婉批批拢共款，写的批拢毋是真好，写毋着足侪字，拄着袂晓写的，着写注音。哎呦，这偌大汉，已经真无简单啊！阿公，什么代志啊？我秀秀啊，你今仔日一定要陪阿公来庙里拜拜。我知影你有心事，即马只哦，干那咱两个尔，对你讲啦。我想要请阿公出面，交妈阿公，甲小弟小妹拢接转来。啊，你是叫我甲你妈妈讲，甲囡仔拢接转来哦？你是妈的爸爸。哎呦，秀秀啊，恁妈妈的性地。什么人的话拢袂听，伊决定的代志，无人会当改变啊。就讲当初伊甲恁爸爸结婚的代志啊，伊甲恁阿嬷气到半死，也毋过伊也是决定要嫁予恁爸爸。阿公，妈奶拢无甲阮讲过，伊是安怎甲爸结婚的？唉，这也是缘分啊。恁妈妈高中毕业了后，我的意思是要考大学，也毋过伊偏偏要去学裁缝啊。嘛唔知影是安怎，伊就甲恁爸爸熟识啊。
头家，偌济钱哈？啊。35块。哦。来，查某囡仔，你摕是啥物册啊？摕出来我看卖呢。赶紧摕出来啊！是安怎要做这款代志？先生，算算去，我替伊拿好啊。小姐，这毋是纳钱的问题，我一定要问好清楚，伊可能有啥物原因啊？查某囡仔，你甲伊讲是啥物原因要摕这本册？是毋是你需要这本册？是安怎不爱用钱买的？卖足贵啊！我无钱，阮兜环境无好。我买起来送互你，好无？查某囡仔，小等下，摕去看啦。册本来就要互人看的啊。摕去啊，摕去啊。摕去。查某囡仔，爱多谢头家啊。多谢头家。好。头家，迄本册偌济钱？你要创啥？我替伊拿。唔免啦，假使囡仔真正想要读册，爱偌济，我拢会当送伊。恁阿嬷一直无赞成恁妈妈这件婚事，也毋过恁妈妈的性格足倔强的，伊爱着恁爸爸了后，中计要甲恁爸爸结婚才会用的啊。我嘛无法度，只好偷偷啊阮瞒着恁阿嬷，互因两个结婚啊。妈，你去倒位啊？我甲阿公去庙拜拜，阿公甲你抽一支签，伊讲你会边过中秋节就好啊。阿公一定就欢喜的。叫伊欢喜就好啊。妈，我们批定安怎讲？周阿姨甲伊骂甲足歹的。伊哪会骂囡仔哈？秀秀，恁的个性我拢足了解，袂用去怪罪别人，一定是婉婉做唔到代志，互周阿姨伤过伤心。婉婉用去做唔着什么大代志？代志无伫咧大细，婉婉的个性甲恁较无共款。伊爱虚华又搁现实，常常互人记载袂牢。恁做伙的时阵，有好食的，有新衫，伊拢买钱，拢买抢，哪会用原谅伊？别人当然会甲伊管教，敢若会用怪我无甲婉婉的毛病甲人讲清楚。唔知影配袂即摆安怎？因为我有交代伊爱写批转来。伊拄仔读完幼稚园大班，哪有可能会写批？伊会晓画图啊，用画，咱咪会译着伊的意思啊。一滴一，一二滴二，一三滴三，一四滴四，一五滴五，一六滴六，一七滴七，一八滴八，一九滴九。21滴2，22滴4，23滴6，24滴8，25、10、26、12、27、14、18、16、19、18、31、13。你实在无应该很生人的配九九生活。哎呦，开始读册就爱学啦，以后才会轻松，唔通像来
到5年哦，还阁袂晓背，叫老师哦拍手笛啊！你哦，你阁好意思讲？哎呦，挨讲互你听，你唔好将挨的代志去讲互皮皮听，安尼挨就无面子啊！汉爸，你若去酒消欺负我，我就老婆婆讲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身体无较早好啊，卖啉酒较好啦。哎呀，啉酒有啥物唔好啊？安尼哦，血路较会通啦。啥物人讲的？你莫骗我。有人讲吼，啉酒比农药较好淡薄尔，莫啉较好哦。迄句话是挨讲的，你什么时阵去偷听的啊？是你一家答应我的，你讲良用婆婆了后，无爱啉酒啊？哎呀，好啦好啦，为着皮皮，我莫啉酒，安尼好无？9、4、15、6、1、2、6、32、6、38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哎呦，咱迄个公主走了后，搁不哩啊麻烦。爹地啊，你莫细细念啊啦，等秀秀若来，就有人替你泡茶啊。迄免哪会用的？秀秀遮尔巧的人啊，免哪会叫伊做家事。伊若来了后，我要互伊好好啊读书。另外，我要教伊诗词、学话、国话，遮的哦，拢是陶冶性情、培养气质的代志。伊若是想要学油画，你就爱互伊学啊先。啊？恁查某囝学电脑，你嘛无反对过啊？迄是伊家己的兴趣啊。你哪会知影秀秀是毋是有兴趣学诗词哈？对，你讲了嘛有道理呢。哎，恁教一世人册，拢抓准家己上高啦。我会记得恁经济系有一位教授，定定伫咧讲什么股票，讲甲有影有只，也搁带学生去证券市场，去现场证实伊的理论甲判断。当时伊预测拢会涨停板，结果咧，想袂到拢总是跌停板啊！有这种代志？哼，当然有咯。最后，伊阁一直害头讲，哎哟，实在是想袂到啊，想袂到。讲煞未？讲煞。即马轮到我讲啊吼，你吼一时的冲动，甲咱的伊丽莎白公主死掉啊！你敢有想过后果？咱这几工出去佚佗，花嘛死啊，车嘛生銑啊！你有遮尔济理由，你用敲电话甲伊找倒转来啊！你对我忍耐，我毋是不爱听你的啊。好，那安尼我敲电话甲找倒转来哦。妈咪啊，紧接吧，我惊是恁后生的电话。喂，你是阿琴哦，咱的伊丽莎白公主啦。好啊，阮都真好啊。是啊，阮去旅行几啊天啊。哈，恁走去旅行哦，哪会不爱带我去？是啊，不爱带你去哦。想要来佚佗哦？来啊！再见。阿琴伊安怎讲啊？人拢已经走啊，还阁笑想咱带伊去旅行。伊真正叫是伊是伊丽莎白公主，哼，随便。你哪无讲要叫伊转来做工课的代志？若是我主动讲出来，伊一定开嘴要加钱啦。好啊，安尼准拄煞啦，电话嘛免加。
奇怪，无发烧啊，哪一直困3、4天呢？三四七八里数六八。东东吼，3、4天一直困，这嘴物件拢无食过，安尼人哪会看你啦？你做唔到代志，莫甲管啊！莫管哪会用哩啊？伊是一个人呢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唔食物件永远都无精神啦。哎，你去请一个医生哦，甲伊看卖咧。要请你去啦！哎，你这是啥物老爸啊？哼！PM，哎 PM，哎，乖，啊，恁过来看东东哦。哦，好啊，恁去哈。都小 PM。哎，东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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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搁早间人来互我哦。你大刚上给人来互我，是不是恁兜的啊？是这种位来的，迄莫管啦，你食就对啊。东东，等你食完吼，咱就出来外口佚佗。袂用的啦，是安怎？阮爸爸讲哦，我身体好了后，伊要拍我啦。啊，裴太太呀，阿星有在恁兜无哈？有啊，你找伊要创啥？哎哟，莫阁讲啊啦！我饲伊只鸡吼，逐工生4粒卵啦，啊，逐工拢无去。我拄则听小强讲吼，就是阿星偷摕啦。啊？阿星偷你的鸡卵是要创啥啦？无可能啦！人亲目睭看到呢。哦，阿星啊，阿星，来出来，别惊哈，别惊。你讲啊，你敢偷摕鸡卵呢？我无哦。你看啊，讲白菜，行，跟我来找恁母啊啦！你走啊！我看你走偌远，你好胆莫走！我要来找恁母啊！东东，东东，是要安怎啦？东东，我要替阿星报仇。哎，你伫咧创啥？无啦。哎，你咧比什么把戏啦？我要来拍东东啊！你无聊是无？东东都还未精神呢。伊念要就精神啊啦！
懂嘞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你家己讲，你是毋是欠拍？佮假破病，你掠准我毋知。要拍就拍。迄你甲我滚咧！今仔日头一定要好好甲你教死啦！哎，好啊好啊，你即马无啉烧酒啊？你起什么酒空啊？你甲我较点的啊？哎，你是咧拍啥？食唔着药啊？东东，免惊，有妈妈伫咧，看谁敢拍你？你若阁遮尔诚意哦，我来你做伙拍。什么？你要拍我？我照拍。我对你几十年啊，受苦受难，真无简单，才有今仔日，你竟然安尼对我。妈，这是我的代志，你莫管。妈，只要伊若甲我拍，我就有理由会当转去厝里看你。拍，是安怎唔拍咧？我求你，紧拍啦！我甲你讲啊，我拍你，你的身体先痛，爸爸的心比你搁较痛啦。你都我跪在这，好好啊反省一下。多谢，再见。拢是你先拍的啦，但你若好，我要好好甲教死一下。甲你送转来，还袂记着爸妈，你就要走，有够皮！哎呦，东东啊，这讨厌呢！东东啊，你毛小拜托好无？你拄则转来，搁要去哦？求嘛无效，袂用就是袂用的。拜托你好无啦？后摆我搁来。袂用的，袂用的，袂用的。你都甲我跪在这，好好啊反省一下。东东，你是妈的怪囡仔，妈袂怪你。哎呀，搁安怎讲哦？东东嘛有份啊！东东足热的，足阿爸，也毋过心肝足软，嘛知影友好。妈，东东，妈，我就想你的。妈妈就想你，妈，人就疼你，互你一个人单独住遮尔好的房间，想看卖咱过去伫个台北，一家伙啊困一顶大眠床。恁大靠阿舅常常讲，迄哪会成厝，敢若狗仔受咧。要毋过，只我安怎事实，我嘛袂介意。为什么？我也是介意咱的教授。妈，
转来啊！这个所在，我无法度搁住落去啊！我要转去你的身躯边，搁再安怎苦，我拢愿意感觉做伙吃苦。原来全台湾的人拢知影我骂你啊！父王啊，杜阿姨，我甲你啥疼无？真心的，拢是我害你的。若是我无离开阿姊，无离开妈妈，就袂安尼。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